紧紧，答应我为你结连理，心心两乐两富贵。边水天梯乐观天波意，结悲在孤单。新兵公主，军内正是怪名，经济又求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应怪害寡驸马，照因爸囝高官显将好名声。哼！早你看我前去拜寿。行大礼，所处优秀，毋甘将礼赔。老君对神将头家，怪爱呀，怪爱，毋通严家想要趁红杯。太祖今地要领红兵，贵府提君王受礼听，唯独公主不尊刑，驸马怒悔满心兴。哇哦！欢迎我们的舒音哦，今天好准时就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感恩我们的舒音哦，今天非常非常早就上来我们的广播电台，先听个歌曲，等一下来唱歌给大家听哦。小小红灯，阮在道边，听你情形，不由过爱红回应。呀！欢迎呢，我们的好朋友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首先呢，我们都会唱一首歌曲，是我们歌仔戏的都马调，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都马调。欢迎收听古汉的台语，准时8点，互你来笑嗨嗨，阮的节目过凊彩。内容知识长时行，成才才袂心惊吓。天大古汉广播互恁听，祝恁大家金财宝满大厅。
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你们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新进来聆听的朋友呢，别忘记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也别忘记呢帮我分享出去哦。雨涵的广播电台呢，主要在推广戏曲文化，我们的东方歌剧哦，我们的歌仔戏，以及呢一些生活的小知识以及书籍的小知识。今天已经做到我们第42集了哦，也是做了很多集了。所以说呢，非常感恩大家呢给我们的支持以及鼓励。雨涵广播电台呢，都是由我钱蛋雨涵本人呢来做主持以及来做规划。为什么叫做钱蛋雨涵呢？钱蛋的意思就是在舞台上呢，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钱蛋。感恩大家呢对雨涵广播电台的支持以及鼓励哦。有什么呢想说的想问的呢，都欢迎你线上跟我们做询问。感恩我们的收音是我们这个马来西亚的朋友，还有其他朋友如果上来呢，也别忘记呢跟我打声招呼，感恩大家。明天呢大家的天气呢都比较平稳一点哦，像台北大概没有这个降雨的几率。那呢，台中台南台东都大概在10%、20%而已。所以呢，我也相信哦，大家最近有没有很多人呢来到这个花莲去救灾哦？这个铲子英雄。那呢，如果也有到花莲的朋友呢，别忘记呢，注意自己的自身安全，然后呢，别忘记注意一下说皮肤会不会受伤啦，等等之类的。然后呢，大家也非常非常的热情，很有这样的善心，来到花莲来救灾，给大家一个掌声鼓励鼓励。也别忘记哦，我们每周一呢到礼拜五晚间8点钟都有这个雨涵广播电台的直播节目。但是呢的这个重点要先讲一下哦，明天呢会休播一天哦，跟大家说声抱歉。明天呢跟我们上一次呢这个剪辑师好友呢会继续聚一聚，吃个饭，聊个天。大概知道呢他最近呢在忙些什么，以及呢他也大概了解呢我最近在忙些什么。我们来互相的交换一些意见哦，然后呢也跟大家请个假。所以说呢明天呢我们会休播一天，礼拜四上来我们雨涵广播电台呢就会听到这样子的台语直播节目哦，因为每周四呢都是台语的直播广播电台。所以说呢大家还没帮我订阅关注的朋友呢，记得帮我订阅关注起来，感恩大家。也别忘记哦，我们明天休假一天，如果你想要得到最新资讯呢，在我们底下的连结呢，有我这个赖社群的连结，也都可以加入。然后呢，我看一下哦，你们知道吗？我被这个朋友所称哦，这个最没有秘密的主持人呢，我把一切呢所知的，然后呢一切我会休假啦，我白天在做什么呢，都是告诉你们了。所以你们知道呢，我所有的节目了哦，都知道我个人的节目了。
礼拜四呢，也一样会去做这个日照中心的公益活动。然后呢，我们另外呢，这个唐美云歌仔戏剧团哦，在这周四到这个礼拜日哦，突然间被他吸引走。这周日到这周四到礼拜日呢，在我们这个城市舞台呢，有我们唐美云歌仔戏剧团的梦在海潮那边。我自己呢也在思考哦，我要去看哪一场的演出，比如说是礼拜四还是礼拜六哦。我们这个6:40说呢，你记得我眼中的依恋，什么意思呢？点首歌哦，但是呢，宇涵广播电台呢都是唱这个歌仔戏调，没有在唱流行歌的哦。既然你有点歌，我们来听不一样的歌仔戏调。这一首歌曲呢，是我们昨天也有唱过的这个7字连空奏。因为我们没有在唱这个流行歌曲的啦所以说呢，我们来听个歌仔戏调，你说好吗？来，我们来听听7字连空奏。秋难改，中中心所随人在，阮夫妻好海呀，奇情相水70，相守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以爱君对心也败咧实在太乱来。我会好受，亲像姑娘羞愧晕开，风风地笑鸟莫非注定悲哀？一步经春山叫我自带，往下成天台，过古迈，冤家冤家当真啊，当心彩，情深渐将生地大，何言伦理何以在，何以来摆开。这首呢是我们歌仔戏的7字连空奏哦，也就是从头唱到尾的7字调。等一下呢，再跟大家解释一下这当中的内容呢是在唱什么，以及呢今天的主题大声说话与唱歌。感恩我们的小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小乐。小乐呢，是我们长期支持雨涵广播电台的朋友哦。不知道你昨天有没有看到昨天的尾巴哦？原本呢，昨天呢，
我们这个皮筋的小蘑菇说呢，老师我在听歌仔戏咯，感恩我们皮筋的小蘑菇，感恩。昨天非常的好笑哦，昨天原本还不到9点呢，就想要下播了，结果陆陆续续呢，大家呢一直上来，一直上来，一直上来哦，就这样子一连串呢，一首接着一首，一首接着一首哦，唱到9点半呢才休息哦。所以说呢，如果喜欢听歌仔戏的朋友呢，可以看昨天的回放，可以听听歌曲哦。大家呢也别忘记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开启你的小铃铛，帮我分享出去。雨涵的广播电台在推广歌仔戏文化哦，这个感恩小乐的祝福，真的哦，越来越多人的观看。当然啦，不一定哦，这个忠实粉丝当然希望大家持续的帮我保留下来，也分享给你的朋友。然后呢，我们的皮筋的小蘑菇说呢，老师我在听歌仔戏哦，感恩这个皮筋的小蘑菇不嫌弃小弟的功夫，说呢称这个叫老师哦，感恩感恩。昨天呢有唱到哦这个7字调，而且呢用着这个我的恩师显元老师写的佛教歌仔戏的这样子的歌词呢，来唱7字调呢，给大家听哦。来，我们来听听7字调，好不好？大家听听我们台湾歌仔戏的这个国歌7字调。等一下呢，也再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哦。刚刚我们有所唱的这个7字连空奏的内容，我们先来听听7字调。稍等我一下喽。观音菩萨救苦难，护这普渡一条山。地方小福无限，心安人安。天下安，心外之物，本是只在意，是不带去，生不带来。万般困难必有可解，人心难得，大家应该。借用呢我的恩师显元老师呢帮这个一心原民戏剧团呢所写的这样子佛教歌仔戏的歌词呢，来给大家献唱一下7字调哦。如果唱的不好听呢也拜托呢别吐槽哦。感恩大家的聆听。感恩呢这个皮筋的小蘑菇的帕婆这个掌声。刚刚所唱的呢，也就是我昨天所提到的哦。礼拜日那一天呢，去了一趟这个高雄的左营哦，我就骑着机车呢，从台南市区骑到这个高雄的左营呢，去这个拜访这个一心原民戏剧坊哦。这个团长呢，当然就很好的呢的招待呀，又吃了午餐，又吃了这个点心，又去看了一场戏。那呢，这个议会团长呢，这一团这个一心原民戏剧坊呢，是一个佛教的业余歌仔戏团。那呢，也是我的恩师显元老师的学生哦。
他就送了我一件团服，然后呢又送了一件裤子，请了一场戏，然后呢又送了这个我的恩师显元老师所帮他们编写的这样子的佛教歌仔戏的所有歌词哦。我昨天呢就刚刚好呢把它派上用场了哦，所以感恩我们的议会团长以及一心原民戏剧方，感恩。也欢迎我们的美琴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我们的美琴姐。今天呢，大家都好准时哦，有我们的淑英，有我们的 L 大大，有我们的小乐，还有我们的皮吉尔小蘑菇，还有我们的美琴姐，感恩大家上来，别忘记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哦。刚刚前面也有听到呢，我所唱的这个七字连空奏，七字连空奏呢是由我们的歌仔戏的七字调。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那一首，把它从前奏唱到间奏，再唱到尾奏，从头唱到尾。哇！欢迎我们的28019，感恩我们的28019，欢迎您。没错，大家要出个声音呢，我才知道呢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上来哦。因为呢，我只看得到许多的人物，就是呢有多少人在观看，但是呢我看不到大家的名字，要大家呢出个声音，跟我做一个小小的互动呢，我也才知道呢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就像呢我所看的一本书，前几集呢跟大家推荐的这个普通主管才是最强主管的书籍，它上面所写的哦，他说呢这个双向的沟通呢是一场的对话，并非呢我单独个人的一个作秀啊，或者是一个讲述啊。所以说呢大家要多多的呢跟我做互动哦，感恩大家。所以非常感恩我们的这样子的议会团长，以及呢一心原民戏剧方，底下呢有我们一心原民戏剧方的 Facebook 的连结，如果呢你们对他有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连接到他们的粉丝专页，以及我们这个大明园歌剧团的 YouTube 频道哦。为什么会特别推荐这个大明园歌剧团呢？因为呢在我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的音乐设计、音乐统筹，然后呢刚刚我们所唱的这样的伴奏带哦，所听到的音乐呢是由我们一心原民戏剧方的谢学成老师、谢学祥老师以及呢谢香涵老师呢所演奏的，所以呢感恩这些老师的合作，然后呢这些老师别忘记哦，我们明年度要继续合作。为什么先跟大家讲呢？因为明年度呢我也会再继续的创新，继续的下去做这样子的推广，这样的专辑。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哦，它除了封面很有特色以外，它的里面呢我要给大家看一下下哦。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可以看到这个 CD 上的印字呢非常的精致，非常的漂亮，而且上面是我个人双人在上面哦。这个呢是由我们的唱片行呢下去做压制的 CD，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回去呢也都欢迎你们呢在我们底下的连结有我们一怒打金枝 CD 专辑的购买连结，欢迎你们呢支持小弟本人的这样子的 CD 专辑哦。那这张 CD 专辑呢只卖我们360元，是非常优惠的价格。有些朋友会说我家里就没有这样子的播放器啊，跟大家广告一下哦，
不论在我们的小北百货，以及我们的这样子的灿坤啊，全国电子啊，都非常方便买这个 CD player， 而且呢，大概都在这个1000块以内，甚至呢1000出头就买得到。所以呢，感恩这些店家，像这样子24小时的小北百货呢，感恩有这样子的服务，有这样的商品，感恩。当然了，我这样的广告不是叫你们一定要去哪里买了哈，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我也觉得说，大家可以把家没有听过的 CD， 甚至呢已经存放已久的 CD 呢，把它拿出来做利用，把它拿出来做收听哦。因为呢，我有一个这样子布袋戏的好友，我看他翻出一堆的这样子的，不管是 DVD 啦、CD 啦，翻出来之后呢，所有都发霉，所有都坏掉了。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利用这样子的机会，去买一台不管是 CD player， 或者是呢你的电脑可以播放呢，可以下去做聆听这样子的传统戏曲，以及呢利用这样的机会呢，回去收听你以前所买过的这样的 CD 片或者是 DVD 片哦。今天的主题呢，要跟大家讲呢大声说话以及唱歌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主题性质呢？因为其实像现在呢这样子网络自由的时代呀，这样子说话言论自由的时代呀，你是否呢也会选择自己的权益，以及呢呵护他人的权益呢，来大声的说出来呢？你以为大声说话只有在于我平常这样子大声讲话而已吗？不代表哦，也有代表说着呢，你敢不敢把自己的内心的情绪，以及呢自己心里的想法所表达出来？你是一个会善于表达的人吗？还是呢这个 E 人跟 I 人的测验里面呢，你是属于内向的呢？都欢迎大家跟我们做分享一下。那呢前几天呢到这个一心原民戏剧坊呢，去跟他们做这样的切磋交流，教他们一些呢这样子唱歌的方式哦。也让他们呢一些原本呢这样子唱歌呢，就算即便很用力很出力呢，也没办法很大声的朋友呢，让他们有一点声音出现哦。是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先来听一首呢我们歌仔戏曲调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那这样子的曲子呢，是在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是这个驸马的出台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听哦。哇，欢迎我们的韵柔，今天非常非常早的上来，感恩我们的韵柔哦，感恩韵柔。昨天呢，韵柔就参与到这个最后一趴哦，真的是我们昨天呢最后一趴这样子，有多唱了半个小时呢，不知道唱了多少的歌曲哦。没有，还没要下播，我们现在才讲到一半而已哦。来，我们先来听听这首这个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欢迎大家。太祖金雕娘红兵，恢复提军王修礼天，唯独公主不遵行，驸马怒悔满心兴。提老兄要万幸，尊心家辈不将礼敬，
听诉笑歌，老君的音，恢复醉意，轮分明。山林行伊，小小红灯。分在道边，遐尼情形，不由过爱，红花影。刚刚呢，所聆听到的是我们这个歌仔戏曲调里面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哦。是这个驸马呢，怒气冲冲的这样子回府呢，要呛这个公主咯。驸马是公主的老公，他居然要呛这个公主了。你看他这样子的心里的心态呢，多么的生气哦。感恩我们的韵柔呢，他说有跟这个朋友介绍我的频道，介绍我，感恩韵柔，给你一个掌声鼓励，感恩。也感恩呢多位的朋友呢，大家不嫌弃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大家。哇，我们的牛奶先生也上来哦！感恩我们的牛奶先生，好特别的名字哦！为什么叫做牛奶呢？也欢迎跟我们这样子分享一下为什么要叫做牛奶哦。牛奶先生，牛奶哦是这个母的牛哦才会挤得出来，为什么公的牛会叫牛奶先生呢？嘿嘿，我们呢也欢迎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哦。感恩我们的韵柔说呢，这个型男爆笑尴尬直播间哦，真的，昨天哦这样子就从头唱了半个小时左右才下播，也是蛮搞笑的。我们呢刚刚所听到是这个男生的角色，那呢我既然叫做钱蛋宇航，我就要唱女生的角色给大家听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来听一下呢这样子的良夜之歌好不好？一样用昨天那一首良夜之歌呢来唱给大家听，但是呢歌词等我翻译一下哦，因为呢我想要唱这个我的恩师所写的歌词，所以呢我所翻译一下哦，这个歌词在第几页？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呢我这个议会姐姐不知道有没有上来收看哦，如果有的话呢找到了来我看一下哦，这个牛奶先生说呢，因为10号前会自己来哦，真的你昨天有听到这一段哦，太搞笑了吧。哇，越来越多朋友上来了，这个我们的柔宇以及呢我们的巧心，哇，巧心这个名字也很好听耶，感恩我们这一些朋友上来哦。我明天要上班吗？明天要上班。本周呢只有礼拜4跟礼拜6休假，快过劳了哦。再不让我休假，我快不行了。但是呢，明天晚上的直播电台哦，明天晚上的直播电台呢会休假1天哦。跟大家请个假，因为呢，明天会约这样子的剪辑师的好友上次来这个电台的朋友呢，去吃个饭，然后聊聊他最近的状况，以及我最近电台的状况。因为有时人都是起起伏伏的嘛，所以呢，我们要互相的合作，互相的呢来扶持哦，这样子的电台呢才做了久。我休假就不好笑了哦。
没问题，没关系的。我们礼拜四会再见面。韵柔应该也听得懂台语哈，这个礼拜四呢会是台语的电台，所以呢，我们礼拜四呢台语电台见。然后呢，等一下来唱一首《良夜之歌》，我用这个女生的声音呢，来唱。休假很好啊，感恩我们的巧心啊，大家的体谅，感恩巧心。来用这样子的良夜之歌哦，不能休假哦。好了，我抽时间哦，尽量的跟大家上来做直播。韵柔应该听得懂台语吧？应该听得懂哈。来，我们来听一下《良夜之歌》。那这一首《良夜之歌》呢，我用这样子这个佛教歌仔戏的歌词，我的恩师显元老师所写的歌词哦，来借用一下唱给大家听。但是呢，我的伴奏带是2次的，所以呢，我们就听2次一样的歌词，好不好？对，休假顺便休养喉咙哦。其实我也都有定期再去做这样子的内视镜去休养的喉咙哦，只去照一下。来，我们等一下来听一下《良夜之歌》。在这之前呢，容许我先喝一口饮料。这个牛奶先生有发现什么事情呢？我的牛奶先生发现呢，这个我每一场直播都会配一杯饮料哦。先容许我喝一口。等一下呢，再跟大家分享这杯饮料的奇特。等一下跟大家分享，我先找到这个良夜之歌的点。好，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我们来听一下良夜之歌。那同一首歌词我们会。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咯如果好听的话，别忘记帮我订阅、关注、按赞、开启小铃铛哦，分享出去，喝一口要唱到天亮哦，太搞笑了吧！来听听良夜之歌咯。心动亮和人心，在夜难得大好人，人人天性活见心。好阳显心，为天温馨。提心光亮和人心，在难得大好人，人人天性活见心，好阳显心，为天关心。等一下，我跟大家说声抱歉，刚才最后一句没有冲上去哦，最后一句努力的在看大家在写什么补一句用清唱版的，抱歉。好阳显心，为天温馨。抱歉哦，因为刚刚呢，
分神了哦，这样子在看着大家的留言，抱歉。这个运偶说呢，他听得懂台语，然后呢，这个巧心说呢，我看一下啊。巧心说呢，休假1-2天呢是不错的哦。其实呢，我一直有在思考这件事情哦。我在想说呢，这个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来做直播呢，如果这当中呢还跟大家做个请假啊、休假哦，是蛮不好意思的哦。所以说呢，自己这样子的休假或者是跟大家请个假，我也觉得蛮抱歉的。所以呢，都会事先跟大家讲一下，以及呢，我们这个 YouTube 的贴文，还有我们这个赖群组的贴文呢，也都会跟大家说一下，也非常感恩大家的细心，大家的体谅哦。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然后我们的柔宇说呢，休息一下才不会累哦。感恩我们的柔宇，柔宇呢是一直以来在看我们宇航广播电台的节目呢，他都会一直注意呢主持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哦，都会跟我讲说，今天看起来比较累哦，或者是呢，今天比较有精神哦，今天唱歌比较好听哦，或者是等等等等之类的哦，也非常非常感恩这个柔宇的关心，感恩。然后呢，柔宇也说国庆日有去哪里吗？国庆日我没有出去玩，因为刚好在上班。但是呢，国庆日这一周的礼拜日呢，我有去探访这样子的一心原民戏剧坊，感恩这样子的佛教剧坊哦。然后呢，虽然是业余团体，但是呢，大家很认真的来练唱歌。我也跟他们讲说呢，有些地方呢，比如说大家会很认真的大声去唱哦。等一下呢，来跟大家举一些小小的技巧、小小的例子。当然哦，这样子的例子呢，是在于唱歌仔戏的时候，在唱这样子的流行歌呢，不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说可以派上用场的哦。然后我们的这样子的牛奶先生说呢，你每天都笑呵呵，没错，这样子呢欢喜之心呢，大家也才会开心哦。也感恩大家呢，不嫌弃小弟本人的这样子的宇涵电台，给我们一点点的支持以及鼓励，感恩大家。这个巧心说应该很好看，没错，我去跟他们切磋了一下这样子的唱腔技巧，然后呢，大家真的都非常非常的用心，也非常认真的学习，所以呢，非常感恩这个一心原民戏剧坊，大家也别忘记哦，在底下有我们这个一心原民戏剧坊的连结，大家可以去帮他们做个按赞哦，因为呢这样子的业余剧团呢非常的不容易，等一下呢也会跟大家广告另外一团的业余的剧团，在这周日呢，在我们台南有演出哦。那呢，等我一下，来，这个牛奶先生说呢，按赞分享，感恩牛奶先生，感恩你。对，唱歌会每年以及每天哦越来越好，这是真的哦，因为我们有不断的去磨练。就是像我们那一天呢，唱了这样的新生宫苑，然后呢，以及北方调，还有很多的歌曲哦，而且呢，这样的新生宫苑呢，有很多高音的地方哦。然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其实我每一次呢，在唱高音的时候呢，以及呢，像我们刚才有唱到这样子的《良夜之歌》等等之类的哦，我先来唱一首歌曲，等一下呢，来跟大家分享呢，我在
当中的哪里呢？跟大家藏了一些小小的技巧，才能把这样的高音呢唱上去。我们一样呢用都马调，但是呢这一次的都马调呢，用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的歌词，我们来听听驸马的怎么跟公主对话。然后呢，我们来学习呢，如何冲这样的高音，好不好？等一下也会跟大家分享，哇，8:40哦，等一下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书籍的小知识。我想不到这样子一讲了这么久哦。来，我们先来听听都马调。等我一下下哦，我来翻一下。跟大家说哦，为什么自己的 CD 专辑呢还要翻一下歌词哦？因为呢，刚刚都是唱别人的歌词哦，我有点回想不起来自己 CD 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有点完蛋了。我很怕呢，到时候如果去比这个国外雄妻这样的比赛呢，上台就忘记歌词了哦。来，我们来听听这首都马调。空之时，山来无细里，并开故意出手来打金鸡，免经事假大义。驸马。就是完成我的条件，本宫就当原谅你哦。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向我行军神的礼仪。方才是骄蛮不将功报敬，现在是我失礼爱压头将礼行。罢了，夫妻之间不必将事言情，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便推条工，将伊塞确实失手，是我不该叫做将兵，夫妻才能在和谐。你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宫永远要过生，你又能奈我何？照骗照骗啊，我拢有照做，看你过爱，免来啰嗦，带你去领做行。全部对你对你来量情，我不量情。不知道大家听了这样子的多马调呢，有什么样的想法哦？这跟传统我们在唱这个都马调呢，是有种不一样的方式。我特别呢，把一些顿点的地方呢，把它分得很开，以及呢，这样子呢，我们的气才冲了上去。例如说呢，带你去领做行。在这个领做行的前面呢，你可以发现哦，这个顿点非常的大呢，也就是呢，让我们自己一个换口吸气的地方，要准备冲高音的地方哦。
那呢，在很多的歌曲呢，很多的方式呢，都可以运用上来哦。而它不一定呢，在这个流行歌可以运用到，但是呢，在我们的这样的传统戏曲，不论是京剧、这个客家戏，然后我们的歌仔戏呢，都可以运用上来哦。以前呢，前几集呢，还有唱过这个客家戏的平板调给大家听哦。稍待会晚一点呢，也可以再唱给大家听听看。然后呢，跟大家提醒一下哦。大家呢，如果有加入我的这样子的赖群组的朋友，甚至呢有加我脸书 IG 的朋友呢，别忘记哦，帮我提醒一下，因为呢我要寄这个国外熊听的这个收据这个领据回去给他们哦。但是呢，我下午带出门之后呢，我就忘记寄了，所以呢。拜托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帮我倒一记哈，帮我记一下，然后呢提醒我一下哦，提醒我记得要寄出去，抱歉。我呢真的在身旁哦，写了一大堆的纸条啊，这里也贴一张啊，那里也贴一张啊，然后这里也写一张啊，然后呢，每次一到要出门的时候呢，有记得带出门呢，就忘记寄。然后呢，也有出门之后呢，发现忘记带出门的那一种，所以呢，大家呢，粉丝朋友呢，帮我记一下，然后呢，在我的赖群组以及我的脸书 IG 提醒我一下，我也会发个限动哦，提醒拜托大家呢提醒我。这就是呢，这个钱蛋雨涵的这个金鱼脑袋哦，真的是非常的忙碌，不小心呢一讲就已经讲到我们这样子的8:47了，就快8:50了哦。那呢，我来讲一下这样子的书籍内容。我在读了这一本普通主管呢才是最强主管的书籍呢，它里面哦，有所写到。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很抗拒改变吗？很抗拒别人对你所说的一些改变啊，要修正的地方啊？为什么我们抗拒这件事情呢？因为呢，我们害怕呢未知的事情，就是呢，你还没有知道的事情呢，你会害怕。所以说呢，其实哦，我们很多时候有是跟自己的内心在做对话。自己是否呢可以完成这样的事情哦？哇，欢迎呢我们的这个真名，这个字念谦还是亲还是什么字呢？拍摄哦，小弟本人的这个国文不太好，跟他说声抱歉。如果知道的朋友呢，帮我打个这个注音符号上来哦，我来打打看是不是？抱歉哦，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呢，帮我打个这个注音符号上来，让我知道呢这个真名后面这个字怎么念哦。拍谁啊？跟大家说声抱歉。这个主持人呢，虽然叫做主持人呢，但是并非专业哦，真的是常常会念错字哦。那呢，其实呢，如果你当为一个主管呢，甚至呢，你是爸妈的心态呢，甚至呢，头脑也要贴一张，真的哦，真的四处贴呢，忘记这个额头的前面的这个脑袋呢，也给它贴一张哦，亲哦，抱歉，欢迎我们的这个真明清，我们的好朋友上来，感恩真明清，也感恩我们的美琴姐，帮我打上注音，感恩我们的美琴姐。大家真的都很好哦，也不畏惧呢，真的我都会常常念错字哦。这个脑袋瓜呢，可能也要贴一张呢，让自己知道呢，什么时间点呢，该做什么事情哦。刚刚讲到呢，如果你是一个主管啊，甚至你是为人父母啊，
如果呢你常常呢容许某一个特定人物呢，比如说可能迟到啦，或者是呢没做好其他事情哦，那呢其他人就会有比较心态啊，不管是同事关系、朋友关系，甚至呢是你的孩子的关系呢，亲子这样的关系呢，他们多少呢会有这样子的比较心态出现。那呢，比较完之后呢，先做好的那个人呢，当然呢，他就会有一点心生不满啊，会有一点排斥哦。这个是我刚好在书籍上所看到的。当然哦，他是在说这个主管以及下属关系啦。但是呢，这个雨涵广播电台呢，有各式各样的听众朋友，不管呢你现在是沦为什么样的角色。你是主管也好，你是下属这个同事的身份也好，甚至呢你是家人的关系也好，甚至呢你对待这样子的陌生朋友，你是一个服务人员也好，我们呢都可以一起来阅读这一本书籍，叫做《普通主管才是最强主管》的书籍，跟大家分享这本书。从我们不知道从30集开始呢，分享到这一集已经到42集了哦，都有分享这一本书籍，叫做《普通主管才是最强主管》。之前呢也有分享过很多书籍。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的线上朋友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呢，都欢迎你呢，跟我们聊聊。先感恩一下呢，我们的书音，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朋友，以及我们 L 大大还有小乐哦，然后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我们的美清姐 RABBIT 大大。我们的韵柔以及牛奶先生，还有我们的柔宇，还有巧心，还有我们的明谦大哥呢，都欢迎你们上来观看雨涵的广播电台哦。在节目的最后呢，都会先有一个叫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也就是呢，因为呢要影响不论是你自己，甚至呢去影响你身旁的所有人呢，让你呢有一种快乐的感觉，散发出这样一种善心感哦。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哦。现在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哇！感恩我们的淑芬，感恩哦。但我记得突然间看到淑芬哦，我们的淑芬呢是都会从头看到尾的朋友，感恩我们的淑芬。然后呢，我看一下，在美琴姐说呢，涵涵歌仔戏的皇帝呢，在喊良辰呢，都喊这个天听啊，对，没错都是这样子喊的哦。来，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抱歉给大家切断了哦，来，我们一起来练习喽。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呢，我们一起观察一下，你在吸气的时候呢，有没有把我们的肚子呢膨胀出来？以及呢，在吐气的时候呢，我们的肚子呢有没有凹进去？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呢，我们来观察自己的呼吸，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胸前，在腹部，甚至呢，你有办法贯穿到脚底。
我们一起来练习腹式呼吸法，一起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气。现在呢，我们来感恩3件事情。不论呢，今天在跟同事之间，在跟朋友方面，在跟家人，在跟陌生人，甚至服务人员或者是路人方面，你有什么感恩的3件事情吗？让我们一起来感恩3件事情，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气。感恩大家呢，一起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以及呢，跟着我们一起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这1个小时的时间，感恩大家的聆听。是的，又要准备下播了。我们韵柔呢，又要上来点播歌曲了吗？我们韵柔呢，今天好不容易哦，真的是，他很搞笑，他都是像这个快下播的时间点呢，会出现。然后呢，以及今天呢，这个首先呢，他先出现一下呢，再到要下播的时候呢，再给你出现一下，感恩我们的韵柔。然后呢，我刚刚有看到都马调的歌词，我来找找，等我一下，补唱一下给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感恩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以及呢，太好了吧！他刚才去敷脸了。我们的这个韵柔呢，刚才去敷脸也太好了吧？怎么可以呢？这个直播主我本人呢是没有在敷脸的，怎么可以呢？观众敷脸，我自己没有敷到脸呢？改天呢带几片呢来台南呢，我们一起这个敷脸来上直播节目，你这样好吗？感恩我们的这个皮筋儿小蘑菇的互动哦。我其实真的找不到他这一趴的都马调歌词去哪里了。我刚才有看到一趴，我觉得还不错了，但是呢，我临时找不到了。那我们先唱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的歌曲好了哦，我们就不找了，突然间找不到。很搞笑的广播电台哦，但是呢，我们每天呢就是这样子，这个欢乐的过程当中呢，又要换名字了我要换什么名字？这个搞笑直播间是不是这样子？来，我来看一下哦。今天有唱过7字调、7字连空奏、都马调，来唱7字连，这个7字连加这个7字摇板，还有带7字一哦。原因点在于呢，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我们所设计哦，这个驸马呢拿藤条教训完这个公主之后呢，他唱这个7字连呢，要赶快绕跑，赶快下台了。再到后面呢，会接来这个公主所唱的这样子的7字摇板以及带7字一，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哦。型男敷脸广播电台，这个不错哦。那我们下次这个韵柔呢带几篇一起来台南，我们一起敷脸做直播哦。
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七字联、七字摇板、带七字一。自做事理不明，也是互人心头用。当酒假使啊，伊生病，奈何人气哦，心不惊。驸马挑衅，无正义，因为爹娘啊，望妻离。风风岸边啊，将吊起，军队起灵啊来吃开。大水风端难消气，也歹八宝金相依。驸马无够做情义，兵戈亡羊平移。感恩大家呢聆听这个七字联、七字摇板以及带七字一哦。大家呢，如果对这样的广播电台呢，觉得很有趣啊，跟我们这样子的互动呢还不错的呢，都欢迎大家跟我们出个声音。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呢说这个认可哦，好，那我们呢以后来这个敷脸直播一场哦，然后呢我们的这个JOE 大大呢也哈哈大笑哦。感恩大家呢，今天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了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呢，有这个雨涵广播电台的直播节目。不论呢你在做家事、陪伴家人、陪伴朋友的过程中呢，都可以聆听。我是主持人钱蛋雨涵，在舞台上呢，我扮演女性角色。在私底下呢，我是一个男生。那呢，大家呢别忘记哦，明天休播一天。所以说呢，如果你要得到最新资讯呢，也别忘记加入呢，我的赖群组在底下有连结，感恩大家。感恩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我们的韵柔，然后我们的JOE 大大，以及我们的美清姐，我们的淑芬姐，我们的牛奶先生，我们的明清，还有我们的柔宇以及巧心，还有我们线上各位好多的朋友上来，以及我们的小乐，还有我们的 L11 大大，还有我们的马来西亚的舒音哦，感恩大家这个的支持在不准下播呢，我就要邀请你一起上来唱首歌曲咯。来，我们的节目最后呢，一样也来聆听这个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的内容吧。我们一起来聆听哦。然后呢，别忘记哦，听得不错的话呢，邀请朋友一起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的脸书以及 IG 呢，都叫做郑雨涵。那呢，这个 Facebook 频道呢，这个 YouTube 频道拍摄 YouTube 频道呢叫做歌仔戏钱蛋雨涵郑雨涵的频道，但是呢我们特别开立这样子的雨涵电台哦，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会跟大家做见面哦。明天休播一天，礼拜四晚上呢是我们的台语电台拜喜电台。欢迎大家礼拜四再上来做聆听哦，感恩大家。每次来我这都真的是笑到肚子痛哦，
感恩我们的韵荣以及我们线上的好友要常来哦，记得每周一到每周五晚间8点都要上来哦。感恩我们的韵荣，晚安喽。我们的舒音皮筋的小蘑菇，我们的 JOE 大大，我们的牛奶先生，我们的美清姐，大家呢晚安喽。新兵公主，军内正是怪名，今季又求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应归害我驸马，照因爸囝高官显将好名声。哼！早你看我前去拜寿。大累我刚刚也有看到我们的韵柔说呢，可以用歌仔戏唱2只老虎吗？改天呢再唱给大家听。我把这个歌词呢给它下掉一些稻鼓这些稻温，我就唱给你们听，来唱用这个7字调唱这个2只老虎，好不好？但是呢，我会改编一下啦，因为为了咱歌戏嘛是有稻鼓嘛所以呢不能乱唱，我们还是把它唱回稻鼓才会好听。然后呢，感恩我们的JOE 大大，晚安喽。我们的美琴姐说 Good night， 感恩喽。要万幸，尊心给背，不就没问题的，答应你我就会做到，我们期待一下哦。为我做义论和平。家己小小红灯，阮在道边，听你情形，不由过爱红回应。呀，驸马！落去枪枪归何来？爹娘这才享受宴失败，
心不缺色，互人好意猜。身体欠安，这驸马一定爱谅解，并非故意，毋通乱心怀。你假扮在府，我早知，是真是假，你既也了解。区区小事，以我动怒，就不应该哦。公主啊！